伫嘉义市有一栋木造的厝，因为未堪你大雨安尼灌，所以当场全咧倒去，加在是无人伤亡。原来伫台南北河山区，即届嘛淹一个真厉害，有几个人掉伫咧山顶，消防人员嘛赶紧去甲因全部拢救出来。 台南市北河区自昨透早到今仔日，总共落240毫米的雨，北河头前溪溪水规拢涨起来。北河山区徛来离甘堤顶所在水淹甲真严重，淹上深的所在有要到1公尺较低。暗时9点外，传讲有几落个人掉伫咧厝内无法度出来，消防局派6台船25个人去救。各受灾户啊，因为受淹水的关系哦，那水势大概有 那个1公尺高的深度了哈，那居民就近往高处避难哦。哪人伫厝内？有听到声音无？有电话啦。走，迄间电话是只有人。你等下我睡觉。救援人员除了先伫咧面体厝顶救出12个人，并且沿路化声，伫暗时9点50 ，40个人拢总救出来，其中21个人安排暂时住伫咧民宿，其他人去找亲戚朋友斗3工。 我们就是这些居民呢，无法度依亲，所以我们会安置在那个虎山小站，也就是那个虎爷度假村，他在那边我们开设收容所。嘉义市南井街甲行中街路口有一间拆起的厝，敢若是挡袂掉大雨规间倒来，好佳在无人伫内面。我们已经有通知屋主来拆屋修缮。没想到呢，今天下大雨就塌下来。我们都在文化路做生意的啦。现在摊车都压住了，没有办法做了呢。这间茶厝内面是摆一个单车，普通时伫咧文化夜市摆单。业者讲，因为落雨无出门做生意，无想讲伊趁食的鸡丝煞被底害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